台中的逢甲商圈昨暗有一台汽车伫咧过路线弄到一个13岁骑脚踏车的学生囡仔，现场的民众是赶紧协助这受困伫车卡的学生囡仔送病院，加载无生命的危险。警方表示，双方拢无接手，不过这学生囡仔若像有弄红灯，而且脚踏车伫咧过路线，应该爱用牵的，用骑的是已经违规，双方的事故责任也搁爱厘清。 白色的轿车准备要倒弯，伫个路口等过路人过斑马线，速落来要起步的时，向一台 U-Bike 对斑马线遐骑来，两台车弄做伙，13岁姓肖的学生人挂车拢爬伫个车底，民众看到状况，赶紧来扛车，甲伤者拖出来。事发迄当阵是伫个5月18暗时8点左右，地点就伫个台中市西屯区河南路到福兴路口，附近的人讲这车真多，也是有无停让的汽车驾驶。 行人过马路的时候，车子不太会让啊，不太会让，这个地方就对。对。警方表示，双方拢无食酒，轿车的驾驶无受伤，姓肖的学生是倒脚受伤，送中港冰清病院治疗。初步判断，姓肖的学生骑脚踏车哪像是冲红灯，而且伫个斑马线顶头应该爱落车用牵的。先停让行人穿越道的行人先行通过后，在起步向前行驶时。 与对向直行过路口的脚踏车发生碰撞肇事，双方驾驶经酒测均无饮酒之情事，详细事故原因将交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。不过，交通团体认为，姓肖的学生骑脚踏车是有照规定往正平咧骑，要那路口因为无脚踏车的车道，所以受汽车的压迫，唔才会骑去哩斑马线，道路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。 像荷兰，除了行人穿越道以外，旁边还会有一条红色的自行车穿越道线，所以行人、自行车都可以顺利的穿越，不会有这种互相去卡。像这一次，他自行车骑到一半进到行穿线的范围这种事情。交通团体以荷兰做例，路口的脚踏车道，搁有铺无同款的材质，互民众会当看。建议交通主管机关会当搁来改进。第六分局是表示讲，双方肇事原因甲比例，也搁需要判断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